Hello 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灣星頻道，我係阿正。今期同大家介紹翻一啲特別嘅產品啊，位於我哋華僑城嘅一個碟水。咁依家阿正咧所在嘅位置係位於上碟嚇，咁上碟單位咧亦都係阿正最中意嘅一個產品之一啦。咁其實碟水咧係有3個類型嘅，上碟、中碟同埋下碟。嗱，依家同大家分析下呢3個碟水有咩唔同。下碟咧，其實基本上已經賣晒咗啦。據分析咧，更加多係本地嘅客戶群體去買啊，因為下碟咧，佢嘅使用到嘅空間係最大嘅，有負1樓，仲可以做到負2樓，包括咗佢1樓、2樓總共有4層嘅空間，以及有個花園、有車位。所以講咧，好多本地嘅客戶咧，一大家人去居住嘅情況咧，佢就需求到好大嘅面積，所以講更加多係本地嘅客戶去購買咗下碟嘅單位。咁然後咧，中碟啊，目前中碟嘅產品咧就其實仲有好多單位可以買。一句話去概括咧，就係唔上唔落嚇。咁佢又有佢嘅優點，就係佢依家性價比會比較高，80萬就可以上車到一套中碟單位。佢係位於我哋嘅3樓同埋4樓，同樣有車位，同樣係會有我哋嘅一個花園去贈送嘅。咁佢就非常尷尬咧，就唔喺我哋下面。如果下面係下碟嘅情況咧，佢空間係最大嘅。上碟咧，佢嘅有個大天台，亦都係會有一個唔錯嘅居住體驗感嚇。咁佢最突出嘅一點咧，就係夠平，80萬就可以上車到，比我哋下碟，比我哋上碟咧係平咗足足20萬嘅。咁依家所在嘅就係我哋嘅上碟，阿正咧最中意嘅上碟餐位。其實我覺得佢嘅優勢咧，亦都係非常多嘅。第一個咧，佢係擁有咗一個超大嘅一個天台啊！咁呢個天台咧，甚至比我哋介紹開嘅別墅咧仲要大。第二個，佢嘅裝修成本係會相比於我哋嘅下碟會更加低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你主要嘅裝修咧，只需要裝修我哋所在嘅5樓同埋6樓呢2層。咁天台嘅位置咧係簡單咁樣做好防水就 OK 噶啦。而且佢係配備咗一部電梯，所以講咧其實裝修嘅成本咧係非常之低嘅。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嘅一個上碟嘅一個賣點之一。第3個賣點咧就係佢位於我哋最高嘅呢套單位啦，佢就唔使擔心樓上有其他嘅住戶去影響到自己嘅睡眠質量，所以講咧係適合翻一啲有睡眠要求高嘅一個人群咧去上車上碟嘅。我哋就簡單咁樣總結咗我哋嘅一個上碟嘅一個優勢啦。咁目前上碟可以揀嘅單位咧已經唔多啦，另外仲有一套咧係位於單邊嘅位置嘅，就係佢隔離係冇住戶嘅。咁如果大家近期有興趣上到嚟呢邊睇碟水嘅，可以留意一下。咁目前咧呢啲碟水大概係90零萬到100萬左右咧就可以上車到啦。咁好似依家我哋呢套咁樣嘅碟水咧，佢嘅面積係186平方，係有送咗一個車位、一個細嘅花園，然後有我哋5樓同埋6樓2層，包括咗有我哋嘅天台啊，可以講亦都係一個一步到位嘅產品。186平方嘅建築面積咧，就計咗我哋依家所在嘅5樓同埋6樓呢2層，所以講其實每一層咧佢有90平方嘅空間，住起身咧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好似依家呢個客廳嘅位置啦，都有到成4米闊嘅淨開間，空間咁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嗱，我哋依家同大家介紹翻整隻戶型佢嘅佈局。剛先就同大家講到，佢係有電梯到戶。嗱，呢個位置咧就係會有一部電梯嘅。咁發展商交樓嘅時候咧，有部電梯，唔使自己再去安裝。安裝電梯咧，按照翻進口電梯大概係15萬左右，國產嘅12萬左右。所以講其實呢筆咧係幫大家慳咗一筆好大嘅資金㗎啦。咁後期我哋自己只需要豪裝翻我哋5、6樓就 OK 係嘛？所以講係裝修方面咧係慳咗好多錢。嗱，首先呢個位置係我哋嘅入戶花園。咁呢個空間咧係完全係自己使用㗎啦。所以講外面放鞋架又得，或者係喺呢個位置去養下寵物咧，都唔使擔心影響到其他住戶。電梯方面咧係1梯2戶，呢部電梯咧只有2戶人去使用，就係我哋依家呢一戶同埋隔離呢一戶嚇。所以講咧，其實佢嘅電梯使用到嘅一個頻率咧係非常之低嘅。然後入到嚟之後咧，佢係會有一個唔錯嘅空間啦。呢個位置係入戶空間，喺我哋左邊嘅位置隱藏咗有2個空間，一個係倉庫啊，呢個位置。平時咧，亦都可以將自己嗰啲旅行箱出入要用到嘅，可以收落喺呢個位置。包括咗喺呢啲樓梯下面咧，仲要隱藏咗一個呢啲咁樣嘅一個流動空間，增加翻收納性都係唔錯嘅。咁然後咧，1樓嘅位置就主要係以客廳、飯廳、廚房同埋以一個長輩房為主，因為佢上碟咧係要行樓梯上2樓嘅，所以講咧預留咗一個長輩房咧，亦都係會特別人性化嚇。嗱，我哋睇翻每平層90平方可以達到點樣嘅效果先。首先呢個位置過到嚟咧係我哋嘅客廳，4米嘅闊度。而且佢嘅進深咧都係好闊係嘛，所以講咧你可以放翻一啲大型嘅梳化、茶几，咁呢啲過渡空間咧都表現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咁出到嚟咧，
呢個位置會嚟到咗我哋嘅露台嘅位置。5樓6頭咧都係會有一個露台，然後就頂樓咧有一個超大嘅。咁啊呢個空間平時出到嚟呢邊去飲下茶咧都係非常唔錯嘅。同時咧，如果你覺得想要更加大嘅空間，後期可以做翻風窗，咁然後呢個位置通鋪翻出嚟咧，你嘅活動空間係會更加大。然後呢個位置飯廳位8人位嘅一個餐台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然後再睇翻廚房嘅位置。好少見華僑城有咁闊落嘅廚房嘅，咁包括咗我哋之前介紹開嘅別墅咧，應該都冇呢個廚房咁大。目測下呢個廚房咧應該超10平方左右嘅，咁佢係可以做到中廚同埋西廚啦。裡面嘅位置係我哋嘅中廚嘅空間嚇，咁啊爆炒都好啦，關下門就 OK 啦。出到嚟呢邊有烤箱有焗爐嘅一個要求嘅，呢個位置可以安排住呢啲咁樣嘅一個設備，包括咗做翻張中途喺呢個位置，平時喺呢個位置做下沙律啊、簡單嘅西餐咧都係 OK 嘅。整體嚟講，佢嘅廚房空間亦都係非常之大。咁然後嗱，位於我哋1樓嘅位置，仲有一個公共衛生間。呢個位置有個公共衛生間，以及有我哋嘅淋浴區。咁呢個淋浴區咧，就主要隔離呢個位置咧係有一間房嚇，需要平時去用到嘅，所以講係預留咗個淋浴區。嗱，睇翻呢間房咧，我哋稱之為長輩房。咁如果你話係有長輩行路唔方便嘅，上上落落唔方便嘅，住喺呢間房完全冇問題嚇，可以做個1.5到1.8床加衣櫃嘅組合嘅。咁 OK 啦，我哋整套單位咧係佈局咗有5間房啊，最多可以做到5間房。我哋依家樓下嘅位置1間房，上面仲可以做4間房。我哋依家上翻2樓睇翻休息區嘅房間佈局先。依家同大家上到咗2樓休息區，咁呢個位置咧其實就係等於我哋剛先1樓嘅長輩房同埋一個公共衛生間嘅組合。依家呢間房咧係變咗間套間嘅。嗱，呢個位置可以睇翻空間一樣嘅。咁就唔過多去介紹啦。咁包括咗呢個位置就係樓下呢邊嘅一個長輩房空間。咁依家變咗間套間嘅情況下咧，可以俾自己嘅子女啊或者經常住嘅同埋一齊住嘅人去住啦。咁樣係保證翻隱私性嘅。咁然後嗱，呢邊就會嚟到咗我哋嘅公共衛生間。入到嚟呢邊體驗下，即係呢啲空間嚟講咧，都係會比較闊落嘅，可以做到馬桶同埋淋浴區、洗手台、鏡櫃等等嘅空間。咁過到嚟呢邊咧，就會嚟到咗我哋依家嘅第2間房。咁呢間房佢嘅空間感咧都係唔錯嘅。現場佢係做咗3邊落床嘅設計，1.5床，而且有一個好大嘅衣櫃啊。所以講其實呢啲房間咧係非常之好用。咁然後嗱，第3間房就可以做喺呢個位置嘅。呢個位置係可以俾大家偷到面積嘅，大家可以睇翻。可能呢隻窗咧未打開啊，咁我哋有做過呢隻單位佢嘅裝修啦。其實呢個位置係打通咗之後咧，係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大嘅房間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第3間房啦。最後一間房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嘅大套間。嗱，呢個位置入到嚟做住一整排嘅大衣櫃，有女士嘅梳妝台嘅位置，包括咗有大浴缸，滿足到大家嘅浴缸夢啦。然後就有獨立嘅馬桶嘅位置，獨立嘅乾濕分離淋浴區，以及有我哋嘅洗手盆嘅位置。所以講其實佢嘅主人房臥室咧係非常之大嘅。嗱，呢個位置就會嚟到休息區。咁整體空間效果咧真係冇得彈啊！咁呢個位置就等於下面呢邊嘅一個客廳嘅空間啊，所以講其實嘅面積咧係唔使擔心嘅。出到嚟仲有一個比較 OK 嘅一個露台嘅位置，比我哋平時介紹開嘅住宅咧仲要闊下呢個空間，所以講居住體驗感係可以保障到嘅。主要就2樓係做咗4間房，1樓係1間房，所以講其實呢啲咁樣嘅一個疊墅產品咧，亦都係會比較多嘅人居住咧係冇問題嘅，可以總共做到5間房。咁最大嘅亮點咧，我認為係天台呢邊嘅一個大面積嘅空間啊。我哋依家同大家上翻天台，睇翻上面嘅空間以及佢嘅佈局係點樣嘅。嗱，上到嚟3樓，3樓呢邊主要就有一個大天台，而且佢可以裝一個咁樣嘅洗衣房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你可以放啲大型嘅洗衣機，平時洗下啲大型嘅衣物啊，同埋床鋪被隻咧都係 OK 嘅。咁然後嗱，我哋出到嚟咧，擁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天台。呢個天台空間咧係好誇張啊，就等於我哋光鮮下面啊，就90平方佔咗一大半嘅面積。就冇我哋嘅一個房間啦，就等於係接近應該有60-70平方嘅一個空間係做咗個天台嘅。咁呢個天台咧，平時聚餐又好 BBQ 係嘛，上到嚟賞月都好啦。10幾個人喺呢個位置去玩咧，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而且嗱，仲有啲可以參考嘅。依家鏡頭唔知影到呢度，
有啲人咧係利用到我哋2樓出面嘅露台啊，種啲菜啊，種花花草草啊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我哋亦都可以參考翻呢啲咁樣嘅天台，因為係我哋樓上嘅呢一戶去用嘅，所以講呢個位置咧，你係種花草又得，係嘛，養翻啲寵物喺呢個位置咧都係 OK 嘅，空間係非常之大。嗱，過到嚟呢邊咧，樓下嘅位置就係廚房啊，呢個位置樓下就係廚房啦，所以講佢天台面積好大嘅。然後啦，佢嘅樓間距對於我哋嘅一個上碟嚟講咧，都係唔錯嘅，即係因為佢唔會望出去咧。雖然講係近啊，但係佢唔係話係好高嘅建築物，所以講咧佢嘅視野係會比較舒服少少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上碟嘅一個天台啦。咁總嘅嚟講咧，其實我覺得其實上碟真係非常之多嘅一個亮點係嘛，又有花園，又有個車位，又有個咁大嘅一個天台，仲可以做到5間房，實用性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如果近期有考慮過上到嚟呢邊去睇呢啲咁樣嘅大面積嘅產品嘅，咁其實好似依家呢啲咁樣嘅上碟單位咧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嚇。目前咧呢啲咁樣嘅碟水嚇，大概係90零萬到100萬就可以上車到啦。咁好似依家樣板間呢個咁樣嘅碟水咧，其實就我哋講嘅係單邊啦。如果你話一定要選擇單邊嘅，目前仲有最後一套嘅單邊位嚇，有興趣嘅可以聯繫翻阿靜嚇，上到嚟現場嘅位置進行實地考察。咁今期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持續關注我哋灣星探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